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余一鳴啊。我係余一鳴啊。咁咧，我係想做香港警察，但係你諗下，總之嗱，我同國務院鬥到難分難解。佢由澳門追殺咗幾年，我過到嚟香港繼續追殺我都殺唔死我呢個國務院。呢個國務院簡直就係一個廢柴嘅。我同國務院講先進關中者為王。而家余一鳴進關啦喺香港度啦。余一鳴稱帝咯。唔係稱帝，我唔稱帝住，我係稱王啊，唔係稱帝。贏埋國務院我係稱帝嘅。余一鳴稱王啊，而家喺香港度稱王。魔鬼嘅魔王，稱做魔王，因為佢稱楚王。楚漢爭霸嗰個楚，西楚霸王項羽嗰個楚王或者魔王，喺呢度稱王啊！喺香港先進關中者為王。國務院輸咗啊！我喺香港足6-7年啦，都懟我唔撚死，係咁我喺澳門飛紙仔我屋企度，又話要坐監，又話要捉佢咁，點解老乜差？捉人哋講嘢核唔核突啲啊？唔撚俾人講咩？國務院嚟屌你老母！民不聊生，百姓怨聲載道。咁國務院你搞到呢個世界點撚樣呢？係你嘅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搞到呢個世界點撚樣？除咗返學同返工，乜柒都冇啦。夜晚就叫啲人飲啤酒食宵夜，推動消費。你有冇你同個廢柴香港特首啊，廢柴澳門特首一鳩樣，交唔撚搭白，又係就叫人出街食嘢消費。你睇到人哋日日要返工嘅人辛苦，返學嘅人辛苦，你唔柒你，又係就叫人夜晚出街先去餐廳食嘢消費，乜嘢都冇講，錢又冇俾，屌你老母得個講字。我哋做人民嘅，除咗要為自己負責之外，仲要為埋國家政府負責先得。屌你老母，負責埋佢哋嗰份，唔係國家政府負責你啊！乜柒係你有責任負責國家政府負責佢哋啊！乜柒都係講字，超喐撚啲警察係咁嘅，逼鳩啲人返工，逼鳩啲人返學。麵包廚，觀音粥啊餐啊，我有觀音粥喺度㗎，你睇下觀音粥。民不聊生，百姓怨聲載道。整幾個黃賭毒出嚟，屌你老母臭閪！香港1+1加馬會，啱啱踩再加毒品。香港澳門就賭場，再加桑拿，再加毒品。啱啱踩一國兩制，整幾個黃賭毒出嚟，就話一國兩制，屌你老母臭閪咩？中華人民共和國，我屌你老母啊！中華人民共和國。我真龍天子真係引撚咗呢個國家政府好撚耐，引撚咗香港、澳門同中國好撚耐。佢堅持執行黃賭毒，你有冇臭閪啲害人嘅嘢？我已經引撚咗好撚耐。尤其是我要救啲女嘛，我有一隻公雞嚟要救啲母雞，啲母雞全部做晒雞，咁我點救啲母雞？一定要剷除呢個國家，我先救到啲雞，救到啲母雞，咁佢就唔使再做雞。唔係啦，嗱，我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約法3章，我一名喺香港呢度，我一名喺香港屯門呢度同中華人民共和國約法3章啦。你割咗香港、澳門俾我，等我管理，即係中華人民共和國割咗香港、澳門嘅土地俾余一鳴管理，得唔得？有冇問題？俾個回應，知唔知道？正面啲嘅回應，比較正面啲嘅回應，中華人民共和國。我唔撚理你中華人民共和國講乜撚嘢普通話，扮聽唔撚明廣東話，我唔撚理你哋啊！屌你老母！
睇下曲，呢個曲啊個樽身呢度啊有個曲字，有個曲字。警察日都想食屎，警察日都想飲尿，警察日都想含柒。咁警察就日都食屎，日都飲尿，日都含柒。警察想食屎，警察想飲尿，警察想含柒。警察日都喺度食屎，日都喺度飲尿，日都喺度含柒。有錢上去做下戲，好落。唔啱你啊！真龍天子啊！習近平嗰可能係天子嚟，但係佢唔係真龍。嗰個岑浩輝都可能係天子嚟，但係佢唔係真龍。依家特首啊，叫比家超定李家超？李家超，佢可能係天子嚟，但係佢唔係真龍。我就係真龍天子啊！我血脈嘅正統，我阿媽個老豆啊，再老豆啊，喺清朝做皇帝嘅，有人幫佢做衫嘅，我係皇帝之後添啊！而家我想復國啊！你老母人人都話漢人，我係劉邦啊！你老母有冇尊重過我？我復國啦，話要恢復翻漢朝啊！得唔撚得先？中華人民共和國啲身份證唔係人人都寫住漢族嘅咩？屌你老母！我而家復國啊，漢朝復國啊，要恢復翻漢朝啊！我係劉邦啊！恢復翻漢朝，改國號叫漢咯，漢朝咯，成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都係我管，香港澳門，我復國啊，漢人啊，叫漢朝啊，而家得唔得？一切鳩唔撚搭八，中華人民共和國漢族我屌你老母！咁清朝嗰陣係清族啊！掉埋煙頭飲啖火先嘅，我拍咗10幾分。仲有10分30秒啊！香港啲可樂特別好飲啊，唔知點解。香港啲嘢食都特別好食。嚟到香港冇死到嘅朋友，真係要多啲珍惜。香港警察真係唔係講玩講屈嘅，我就係同澳門一樣，大陸都一鳩樣。但係啫嘛，我都冇犯罪，拖我返澳門，一拋咗5日定7日啊！喺羈留所度，我冇犯罪揾實我做咩啫？喺羈留所拋我5日，大陸都係講屈嘅，我一齊喺中環。
10分30秒。國安你仆街啊！屌你老母啊！國安。係，我係楊明啊，乞衣，我係乞衣啊，拜拜。